嗱，咁我知渠務咧就有分地底同埋地面嘅，咁家陣就不如講下地底渠務先啦。嗱，地底渠務咧就包括有石屎桶、生鐵桶、球麥鐵桶、沙井同埋潛水泵嘅。而地渠承建商咧就要根據最新屋宇署批准圖則同埋物料嚟施工嘅。冇錯啦，沙井位置盡量要安排喺公眾空曠嘅地方，咁樣第時清理就方便啦。咁至於講到安裝渠桶嘅程序咧，首先就要由沙井、渠坑位置嘅現場開線，工友需要用木尖打好平水，然後再根據所需嘅深度進行挖掘。咁記得掘嗰陣時咧，千祈唔好整壞地底嘅公共設施至好啊！總之就當成自己係嗰啲專挖掘古代文物嘅考古學家咁就得噶啦。你有冇聽過佢哋會掘爛啲文物噶？如果渠桶要穿地腳陣嘅話，咁就一定要得到工程師預先批准先至可以留窿嘅。如果個渠坑深度去到1.5米或者以上，就記得要用擋泥板同埋樁頂嚟保持渠坑嘅安全啦。如果地盤得到工程師批准做斜挖，即係 open cut， 咁就唔使用啦。另外咧就要將渠坑或者沙井底部嘅泥土填平壓實，跟住喺放上膠紙之後咧就可以落草鞋底啦。不過喺安裝渠桶同埋沙井之前呢，地盤管工一定要檢查清楚個渠坑冇問題咁先至得嘅。咁安裝渠桶之前，首先就要用固定嘅魚絲嚟做渠桶嘅中直線同埋科水線，咁然後再用預先做好嘅三角形石屎條穩固同埋校正渠桶嘅平水，跟住就可以塞麻筋啦。管工記得要 check 清楚麻筋嘅深度至好啊！之後就可以落黑鉛，最後就再打花壓實佢。咁當渠桶嘅平水同埋位置都準確啦，就可以落石屎將桶嘅位置固定。不過喺未通過試漏測試之前呢，接駁位一定唔可以俾石屎冚住嘅。冇錯啦，如果渠桶嘅直徑係細過450mm 嘅咧，就可以用水嚟試。咁喺試水嘅時候，首先要將管口臨時封好。而另一邊管口咧就由試管伸展到1.5米高，同埋注滿水。注意桶身一定要索足水先至可以進行測試噶。咁喺測試開始後30分鐘咧，就可以觀察水位嘅情況噶啦。水位嘅跌幅咧一定要符合屋宇署嘅認可標準，咁樣地渠測試先至為之合格嘅。咁過到自己都要過埋人哋至得噶。所以喺初步試漏滿意之後咧，管工就應該將驗渠表格交俾駐地盤嘅機電工程師，要求驗渠。咁當機電工程師測試同埋檢查渠桶合格之後，承建商就要將驗渠表格、報告同埋有關記錄相片呈入屋宇署。屋宇署冇異議先至可以用石屎捲筒同埋將渠坑回泥分浸壓實填平噶。咁我知如果渠桶嘅直徑係450mm 或者以上，就可以用試煙或者試氣嘅方法嚟試嘅。不過炳叔啊，試煙嘅程序係點樣噶？首先要檢查渠桶嘅科水，之後就要根據所測試嘅渠桶直徑嘅大小同埋長度嚟確定煙彈嘅數量啦。記得煙彈嘅數量一定要合乎煙彈生產商說明書同埋政府嘅標準，再俾則師批准過先得噶。咁喺試煙之前呢，就要用木板將渠桶嘅兩邊封密，而其中一邊嘅木板呢，就要加一個生口，用嚟放煙彈入渠桶嘅。咁所有都準備好呢，就可以進行試煙測試渠桶噶啦。冇錯啦，嗱，點做咗用紙包住個煙彈之後呢，就要立即抌入渠桶，咁煙彈就會產生大量嘅濃煙噶啦。跟手咧就要封實翻個生口。咁先至可以檢查每一個渠桶接駁口同埋渠身有冇漏煙啊！冇嘅話咧，咁啊先叫做合格嘅。最後咧就梗係要拆翻開啲木板，放翻啲煙出嚟，兼且將啲雜物清走，咁成個試煙工序先至完成噶。咁至於渠桶嘅試氣方法又點咧？呢個我知。喺試氣之前咧，又要檢查渠桶嘅科水，跟住就將測試渠桶嘅兩邊用木板封實。而其中一邊嘅木板咧就要加上2個波子掣，然後就用氣泵接駁去其中一個波子掣，而另一個波子掣咧就要接駁上 U 型嘅氣壓計。準備好晒之後咧就可以進行測試噶啦。咁首先就要檢查下2個波子掣係咪全開狀態，而 U 型氣壓計咧水位又係咪平衡。
冇問題嘅話，咁就可以開動氣泵，將空氣打入渠桶入邊噶啦。都算你蠢唔晒喎。嗱，咁當 U 型氣壓計一邊嘅水位達到100mm 之後，就要將氣泵同埋連接氣泵嘅波子掣閂咗佢。喺5分鐘之後就可以觀察水位嘅情況。氣壓計裏邊嘅水位跌幅一定要符合政府嘅標準，咁測試先至為之合格嘅。最後再將兩邊嘅木板拆開，清理渠桶，咁成個試氣工序就完成晒啦。至於沙井咧，就一定要喺落石屎之前預留腳踏。如果地台嘅裝修物料係雲石或者磚瓦嘅話咧，咁喺設計嘅時候，沙井蓋面就應該預留深度俾地台面嘅裝修物料啦。如果沙井蓋嘅位置係喺緊急車輛通道，亦即係 EVA 咧，咁就要用重身堅固嘅生鐵蓋或者石屎蓋。另外，清水同埋污水沙井嘅蓋都唔同噶。清水井蓋嘅花紋咧就係圓形，而污水井蓋咧就係方形，即係好似鹽罌蓋又得一個窿，而胡椒粉罌蓋咧就有幾個窿，咁先知道邊樣打邊樣噶嘛。仲有沙井蓋一般會分為輕級、中級同埋重量級3種嘅，而且通常都會用雙子口，咁樣就可以防止入水同埋避免洩漏臭氣噶。咁講到接駁沙井嘅渠桶咧，就一定要係順水流方向啦。而沙井裏邊嘅馬枕就要批到平滑同埋順斜至得嘅。至於沙井同埋沙井之間嘅渠桶咯，就可以用通波測試方法，又或者係 CCTV 測試嚟證明渠桶暢通噶。